愛好薩利嘎嘎馬布隆平安，有個大家啦，沒得睡，大家平安。我的名字叫做一萬，這個名字是從我泰雅族的外婆給我的，它是用來紀念她來自於世紀部落的母親的名字。我的名叫一萬，是對我的外媽所來，是對泰雅的語言來講，來紀念我的母親的名。那後面的星 SING 不是英文的 sing，sing 不是做的意思。好，不是唱歌的意思吼，它是講唱歌的意思。sing 的意思呢，其實它是我爸爸的名字，然後是從日語來的，所以是我爸爸的名是為日語來。好，我們是父子聯名這樣子，跟泰雅族一樣。我們是爸囝做伙用名，是親像泰雅的傳統。好，那這一次呢，其實是我第3次來到雙連教會的講台。這是我第3屆來到雙連教會的講台。第一次是在20多年前，為了東華大學愛的團契，為了要募款買電子琴來到這裡。第一擺是20幾年前，為着東華大學的聽的團契來募集電子琴的設備。然後那個時候，我們很多的青年，原住民青年都是來自於原鄉。那教會安排我們睡在7樓的主日學教室的時候，大家都非常興奮，因為有電梯。迄陣真濟原鄉的青年來到雙連教會，困在7樓的主日學教室，感覺真興奮，因為有電梯。那第2次我來到這裡的時候呢，是跟玉山神學院老師葉彥霖老師，還有那魯灣合唱團一起來這裡，然後為的是我們玉神的新的大樓募款。第2擺是10幾年前，甲合唱團以及其他的同工做伙來，為着玉山神學院新大樓來募款。第3次我來到雙連，是因着我的父親的故鄉法達岸。第3屆來到這，是因為我爸爸的故鄉法達岸。去年9月23號，謝謝大家這麼關心我們，讓我們在這個受災當中得到你們的鼓勵跟勉勵。去年9月23號，在這個受災內底，阮真感謝你，讓阮佇受災中間得到鼓勵。然後教會的長老與我聯絡後，我們一起到光復鄉的最北邊的部落佳里洞去安慰那邊的會友。教會長老甲我聯絡了後，阮就做伙去到上北的佳里洞的附近來安慰遐受災的會友。那也因為這樣子，讓我有機會跟雙連教會還有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教社部有一個連結。因為安尼，我會當甲雙連教會、甲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教社部有更較深的連結。那今天我是代表光復重建工作站撒卡比奧的主任的身份來到這裡，跟大家請安，還有分享上帝的話語。今仔日我是用撒卡比奧光復重建工作站的主任的身份來甲大家請安，也分享上帝的話語。那在我們聽信息之前，一起來禱告。親愛的主上帝，謝謝主，你愛我們，在今天這個時刻裡面，你聚集我們一同來敬拜你。願以下的時間有聖靈的引導，不論我們的講者、翻譯者、聽的人都蒙受你極大的恩惠。奉主耶穌的名禱告，阿們。在教會提供給我的週報裡面告訴我說，今天是關懷原住民傳道牧者的主日。在週報內底，我知影今仔日是關懷原住民牧者的主日。這個讓我想到2012年我剛開始牧會的第1年發生的事情。就我想到2012年我第一年牧會所發生的代誌。第1天我到教會的時候，長老對我說：“我們教會只有15個人哦，謝禮不是很穩定。”長老甲我講，我們教會敢若15個人，謝禮無介穩定哦。但是如果你想吃飯，可以到會友的家。你食飯會當到會友的厝。那我就想說，有飯吃，有地方住，我就 OK 了。迄陣我想有通食，有所在通住，已經通知足。
因為我們讀聖經的時候，都會看到許許多多的先知，包含我們的使徒們，他們每次在傳道或是要去說上帝的信息的時候，連住的跟吃的都不知道在哪裡。因為聖經內底先知也是使徒，有當時傳講上帝話語的時，要食什麼，要到位大，攏也個唔知。雖然我的教會所提供給我的牧師館很簡陋，但是相較於會友的家，已經是很安全完整的。雖然牧師館真簡單，但是甲會友所在的所在來比，已經是有夠野，也真安全。我有許多過去的工作的同事來拜訪我的時候，就說：“你真的還可以住下去嗎？你要不要轉行了？”我以前的同事來拜訪我，就甲我講：“你敢會當個大落去？你要轉行無？”可是我心裡想說：“啊，我不是因為受到上帝的呼召轉行來這裡傳道嗎？”我常常在想，我不是因為受上帝呼召，所以轉行才來到這的嘛。我牧會了1年半之後，教會以無法提供謝禮，希望眾會把我調到別的教會去。1年半了後，因為經濟因素，教會希望我調去別的教會。可是我心裡面真的知道，不是因為錢的問題。迄陣我心內其實知，不是因為錢的問題。因為教會認為，我們教會的資源只可以給我們的會友。因為教會感覺教會資源敢若會當互會友，他們希望教會不要過度的參與社會或是政治任何的問題。因感覺教會唔好過度參與佇社會還是政治的議題內底。但是選舉的時候可以幫候選人站台。但是選舉的時陣會當甲候選人站台。這個時候我就在問啊，什麼樣的人適合傳講上帝的福音呢？迄陣我就在想，就在問，總是倒一款的人會當傳講上帝福音啊？你們對於傳講福音的人、傳講上帝的話的人有什麼樣的期待？您對傳講上帝福音的人有什麼款的期待啊？我相信在這間教會的所有的牧者，都是你們很期待的講道者，對嗎？我想，這個教會所有牧師，攏是恁所期待的，敢不是？今天的經文裡面提到了2位很重要的人，一個是阿摩斯，一個是保羅。今仔日的聖經講起2個真重要的人，一個是阿摩斯，一個是保羅。一個是突然間被呼召的先知，一個是突然間受呼召的先知，一個是半路出家的使徒，一個是半路出來的使徒。那一個出現在舊約，一個在新約，一個是舊約，一個新約。一個是向別的國家的人宣告上帝審判跟憐憫，一個是對別的國家宣告上帝審判跟憐憫。一位是對外邦人來宣揚基督的救恩，一個對外邦人宣揚基督的福音跟救恩。從這2個人的背景，我們看起來他們好像很不一樣。這2個人的背景看起來哪親像真無同款，唯一相同的是，他們都是男性。唯一同款的是，因攏是男性。在今年過年之前，我參加了原宣所舉辦的原住民青年查經營。在今年過年之前，我參加到原宣所舉辦的原住民青年的查經營。那在這裡查經的時候，我們一起來讀的是阿摩斯書。底下這位讀的是阿摩斯書。我重新的跟青年一起讀的時候，我發現到阿摩斯不一樣的一面。甲少年這位讀經，這位查經，我看見阿摩斯無同款的所在。我相信大家在讀這段經文的時候，發現到好像一開始一連串都是審判的信息。咱在讀這段經文一開始，那親像攏是審判的信息。那青年就說：“哎呦，如果我的牧者每天都講這樣的信息哦，我覺得我是很沒有用的人。”迄個青年就講：“那每一個牧者，那牧者每天攏講這個信息，我就感覺我是一個真無路用的人。”我們知道我們會犯錯，阮知阮會犯錯，但是一直都是負面的信息，感覺非常的沮喪。但是攏是負面的信息，互人感覺真正艱苦。但是當我們等到
讀到第7章的時候，好像又看到了另外一位阿摩斯。但是到第7章，咱看見那真像是另外一位阿摩斯。這個阿摩斯就像創世紀裡面提到亞伯拉罕為羅德代求的樣子。那真像創世紀內底亞伯拉罕為羅德來代求的狀況，為他身邊的所有百姓向上帝求情，為身軀邊的百姓來向上帝求情。突然間，那個鐵面無私的先知變成一個充滿憐憫的人。那個鐵面無私的先知變做一個充滿憐憫的人。這時候青年就說：“如果我們的牧者、我們的輔導都是這樣為我們代禱，我相信我們的教會會充滿活力。”青年就講：“那阮的輔導、阮的牧師會當安尼為阮代禱，教會就會充滿活力。”但是很有趣，我們又讀到今天的經文，今天的經文，阿摩斯說：“我不是先知，我也不是先知的門徒。”但是咱閣讀到今仔日的經文，阿摩斯安尼講：“我唔是先知，我嘛唔是先知的徒弟。我是牧羊人，我是修剪桑樹的農夫。我是講以為我是種菜的。”如果今天有一個來到你們教會說：“我不是神學院畢業的，我只是一個農夫，我要來跟你們講道。”今仔日若有一個人來甲咱講，我唔是神學院畢業的，我是一個種菜的，但是我要來恁講道。你們要聽他講道嗎？你們聽因講道嗎？更何況這個阿摩斯要到別人的教會、別人的國家裡面去講審判的信息。何況阿摩斯要去別個人的教會、別個人的國家來講審判的信息。去年923洪災之後，有許許多多的專家來到我們的部落。去年因為大水了後，真濟專家來到阮的部落。他們一直不斷的用各樣的科學數據來告訴我們，他們早就預測了這個災難會有多大的影響。因講，佇事前就因為科學的關係，因已經預測有真濟大的影響佇這個大水的災難內底。我們的族人一聽見，他們是國家認證的專家一定要注意聽。所以部落的人就聽講這是國家所認定的專家，咱來注意來聽。可是很諷刺的，在災難之前，我們的青年也用這些數據在跟我們的家人勸說。但是，讓人感覺真無法度理解，就是進前，阮的青年已經用這同款的數據來甲厝裡的人講。結果他們說，我們青年在危言聳聽，製造恐慌。但是因講，這青年是凊彩講來製造緊張甲驚嚇。如果要說專業，我相信保羅一定是在當時候最專業的人。那講到專業，保羅應該是當時上專業的人。我們都知道他的老師在猶太議會裡面是最受人尊敬的加瑪列。咱攏知，伊的老師是佇猶太議會內底上受人尊敬的加瑪列。而且保羅也可以直接從大祭司的手上拿到那個可以去做執行的任務，甚至保羅會當直接為大祭司的手中來摕到迄個直接執行的命令。可是當他遇到主耶穌基督的時候，他認為這些身份都不再重要。但是當伊拄到基督的時陣，伊感覺這個代志攏無夠重要。唯一重要的是傳揚基督，唯一重要的是傳揚基督。最近我看到一個網絡上招聘牧者的公告。最近我佇網絡頂面看到一個聘任牧師的公告。這個裡面的條件有說，他必須是神學士，有牧會經驗。伊講伊愛是神學院畢業，愛有牧會經驗。然後最好是有師母，上好有牧師娘，然後會講國語跟台語，也要講華語跟台語，要帶禮拜、帶小組、帶諮商，還要做社區佈道。伊愛帶禮拜，閣愛有這個帶小組，閣愛有諮商的能力，閣愛有社區的報道。這個其實跟你們週報裡面寫到你們教會的團契一樣啦，都很多吼。甲咱週報同款，有團體內底真多的事。我在看這些條件的時候，心裡面在想說，如果是阿摩斯他來，他會被錄取嗎？
我在看的時陣就想，阿摩斯敢會受用？如果是保羅來，你們會用他嗎？若是保羅來，敢會受聘？這些答案可能都是沒有。這個答案可能攏是無，因為阿摩斯沒有神學的學歷，因為阿摩斯無神學的學歷，保羅沒有師母，保羅無牧師娘啦，我們兩個也沒有，阮嘛無，再加上我們是女性，阮嘛是女性，所以今天的各個教會的聘牧的重點到底是什麼？即馬教會聘任牧師的重點到底是啥物？重點不就是要傳講上帝的話語嗎？重點敢毋是傳講上帝的話語嗎？在哥林多前書第1章，保羅提醒各教會。在哥林多前書第1章，保羅安尼提醒各教會，傳講上帝的話語不是某個人的專利，傳講上帝的話語毋是一個人的專利。上帝的揀選常常是不一定是社會地位高的人。上帝競選無一定是社會地位懸的人，不一定是學識顯赫的人，毋是真有學問的人，更有一些是剛剛信主的人，可能是剛信主的人。因為傳講上帝的話語的焦點不在於人的能力，因為傳講上帝話語的焦點毋是人的能力，焦點在於上帝的作為，焦點是上帝的作為。在1章31節，保羅引用了耶利米書。第1章31節，保羅引用耶利米書。誰要誇口，就該誇耀主的作為。誇口的就誇口主。去年923，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。去年馬太安溪的堰塞湖流出來，造成了7個部落不同的災害的狀態。造成7個部落無同款的災害的狀況。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教社部，他就召集了全台甚至海外的教會弟兄姐妹們一起來參與救災。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教社委員會就召集真濟人做伙來關心來幫贊。那在今年的1月1號成立了這個工作站。7月1號來成立這個工作站。但是這個撒加利亞工作站3月才開始。但是這個撒加利亞的這個工作站是3月才開始。撒加利亞這個詞的意思是鄰居或鄰人。撒加利亞這個字在阿美族的話語中間是厝邊的意思。我們在災難當中發現一件事情：遠水救不了近火。阮在災難中間知影，遠遠的水是救袂着近近的火。真正第一個能夠幫助你的人，通常都是你的鄰居或鄰人。通常第一個當幫助你的，攏是你的厝邊。就像耶穌在路加福音所記錄的，耶穌所說的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，就親像路加福音內底耶穌所講的迄個好撒瑪利亞人的故事。我們的工作站現在有3位全職、1位兼職的同工。工作站即馬有3位專職、1位兼職的同工。除了我以外，其他都是非基督徒。除了我以外，無一個是基督徒。但是我相信他們在服事當中看到人與人之間的彼此相愛。但是我感覺因佇工作中間會看到人甲人彼此的相聽，就會體會到上帝如何在我們的工作當中運行。就會體會上帝怎樣在阮的工作中間運行。這3位從你們的角度應該是一樣哦，從左邊到右邊哦。左邊是喇們，右邊是喇們，中間的我旁邊的是比杜，中間的我邊仔迄位是比杜，啊，最右邊的是孫毅，上正邊的是孫毅。那他們3位呢，其實他們也都是受災者。伊3位嘛是受災的人，但是他們說，但是因講，我們必須站立起來，來幫助我們的家人。阮應該愛站起來來幫助阮的親人，因為在這一路上有許許多多的人參與在我們當中，來幫助我們，給我們代禱。因為這一路中間有真濟人來幫助阮，擱為阮代禱。
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上帝的作為。阮所做一切攏是上帝的作為。弟兄姐妹，我們看到今天的經文，兄弟姊妹，咱看到今仔日的經文，這兩個人阿摩斯跟保羅，這兩個人阿摩斯跟保羅，一個是牧羊人，一個是牧羊人修剪桑樹的農夫，一個是供養的，是種田的，一位是曾經迫害過教會的人，一個是迫害教會的人。他們都在世人眼中是最不適合傳講上帝話語的人。世間人的眼中，因是上無適合傳講上帝話語的人。但是上帝卻揀選了他們。上帝卻揀選因，不是因為他們的條件好，不是因為條件好，也不是他們最有資格，嘛不是因上有資格，而是因為上帝願意使用他們。乃是上帝願意使用因。今天上帝也呼召我們，今仔日上帝嘛呼召咱。也許你覺得我不是牧師，可能你感覺我不是牧師呢，我也沒有受過神學的訓練，我嘛無受神學的訓練，我並不會講到我只是一個普通的信徒，我袂曉講到我只是普通的信徒爾。但是保羅一直提醒我們，但是保羅安尼提醒咱，傳講上帝的作為不是少數人的權利，傳講上帝的作為不是少數人的權利。每一個人被上帝呼召，都可以成為他的見證者。每一個人受上帝呼召，攏會當成做伊的見證者。你的見證不一定是要站在講台上，你的見證無一定愛徛佇講台頂。你的見證應該更多的時候是活在你的生活當中。你的見證閣較儕時間是活佇你的生活中間。我相信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機會成為彼此的撒迦比亞。我相信咱攏有可能成做彼此的撒迦比亞厝邊。我們在災難當中，在困難裡，在日常生活當中，咱佇災難中間，佇困難中間，佇日常生活中，我們要彼此的扶持，彼此幫助。咱來彼此扶持，互相幫贊。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，咱安尼做的時陣，我們就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咱就是做一項足重要的代志，傳講上帝的話語，傳講上帝的話語。也許你在你的家庭裡面，在你的職場裡，甚至學校跟社會，可能在你的家庭、你的職場、你的學校、你的社會，你不知道你自己可以做什麼，你不知道你會當做什麼。但是只要一個微笑，甚至一個幫忙解題的工作的時候，就是在傳講上帝的話語。可能是一個足簡單的微微仔笑，一個幫咱解決的問題的一個過程中間，你就在傳講上帝的作為。因為我們所做的，透過我們的生命來見證上帝的愛跟他的作為。因為咱用咱生命的咱的生命來見證上帝的作為。因為我們要做的是要來誇耀我們主在我們生命裡面的作為。咱是要誇口上帝在咱生命內底的作為。願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成為上帝所使用的人。願咱攏成做上帝為使用的人。我們一起來禱告。咱做伙祈禱。我們在天上的父，謝謝你揀選我們成為你的兒女。上帝，我感謝你，因為是你揀選我成做你的囝兒，呼召我們成為你很重要的見證人。呼召我成做你真重要的見證者。也謝謝你要給我們勇氣，感謝你給我勇氣。當我們說你的話語的時候，帶着能力。我講話時陣就帶着你的氣力。願主你也賜下給我們各樣的智慧，願主你賞賜我各種的智慧，幫助我們無論在任何的時刻，幫助我無論在什麼款的時刻，都能見證你的愛，如同你起初呼召我們的光景。攏會當見證你的聽，親像你初初呼召阮的情形。更願主你祝福我們所在的環境，求主你祝福阮所住着的環境，因着我們，因為阮祝福這個世界，祝福這個世界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，阿門。阿們。